佢係廖人民，呢個喺台灣做生態洋片超過30年來人。今晡日，佢聽人之前練武橋嘅演講，我騎上到南投等台台山都，係前面中台灣最難看到嘅動物——台灣山羊。幾千人3輛車，順人幾路水上寥寥嘅等台領土天天時，呢條領土一片係山壁，一片係邊疆。雖然當電影講，半路還發生一輛車是唔爽外人亂來。绞盤上面就有那個東西。哦，無騙子哦，那邊來最尾，總共花咗3點鐘鐘，幾千個人將駛到今晡日嘅登山口。不過比較起來，山內行嘅路行得電影講，因為車是唔落去嘅，外龍行嘅行10日。你看，這麼陡哦。沿這個走嗎？哎。這個基本數了，都是40公斤。40哦。嗯。對啊。它最能啊。40以上。他是現在我野外工作指定的伙伴。這一邊你自己逛。沒有，我這大梁這彎來往下面拍就對了。你要慢慢，前面走的人要小聲。嗯。你如果用等的哈，對，等不到。啊，那導演可能還跟着走哦，小可跟着點點啊呢。你要等。哎呀。行。啊。要看痕跡的。啊。啊，一定要走嗎？我是覺得等大家會比較好。等是難啦。啊。所以那個。你要逆風，又要順風，又要不能抽香煙，又不能起火。可以。他一定走那一條嗎？我哋順人2件當嘅豐富線天天行。
也几年因为林富局管制蛋台领土，唔不能侵采上海的关系，韩国两片散起，冇伫领土顺，又全系变讲，完全冇人无来行。看到的路者其实全系水路，老山上行出来的，所以就咧讲，贵路死了了。行挨到就安因，贵路天然了到绿时老软时，客上客下。你们把我们当山羊一样的带。啊，哎呀，路上都是山羊粪便啊。刚才我们走往上那个是水路啊，它斜的时候就山羊啊，水路往上面去啊，它的逛这一个啊，还好斜过来没有山羊啊，留了山羊胡子，当山羊走。你看这里又有水路的粪便，哎呦，到处都是。要拍山羊，就要走它的路，真不容易。以前都在这个附近啊，就现在我们所看到这个红树林，要不然你就走，看，现在路不通啊，路通的话要走过去一点，然后从那边可以潜下去走到这里。所以你那时候刘克襄那时候带你来，就第一次带我来关渡，先在堤防上看鸟，然后他那时候大概我要出门，他都会跟好几次，那有好几次就跟我下去啊，就帮我背器材下到下面来一起拍啊。以前这里的鸟况非常好啊，然后对面是社子嘛，早期我都在那边拍兵役啊，整群在飞都在那里拍的，几千只、几万只都在那里飞啊，但是现在好像一只也没有。是因为我那时候我想也要拍公害的主题嘛，后来受挫就没拍了，没拍就想回来拍鸟嘛，因为鸟不会问我干嘛来拍嘛，鸟也不会问我你是哪个单位嘛，都不会跟我要公文嘛，对不对？所以拍鸟最轻松嘛。对不对？那也想，我本来就喜欢拍野生动物嘛，那就试试看嘛。我第一次看到刘克襄写关渡鸟况嘛，我觉得有这么好吗？那我就自己来嘛。自己来，因为当时没有望远镜嘛，管制品嘛，所以看不到，我这刘克襄在吹牛，因为根本没鸟，就是鹭鸶嘛，还有就是麻雀嘛，什么鸟我也没看到，因为当时不会看艺人科，也不知道那叫艺人科嘛。后来我又有心就打电话到时报找我朋友，就问他说去找刘克襄，因为他当时在中国时报副刊当编辑嘛，然后就联络上。我当时跟刘克襄讲说，我要拍淡水河的故事。他听完讲完，他也觉得哇，这个好，这个故事好，那就开始来试试看嘛。所以我开始要拍一些鸟类嘛，那他还带我来看鸟嘛，所以那时候才进入真正的原来这里真的有鸟对，那拍一拍，他觉得我也觉得很困难，因为资金啊什么都还没有，然后又耗时间又耗体力，他也觉得很累，然后我就开始就休息嘛，就自己一个人弄，就这样开始嘛。刘克襄那本书是一个很大的影响，那本叫《旅鸟的驿站》事实上台湾那时候也是对这种生态保育，红树林，湿地其实慢慢已经就是开始在重视，所以那时候很多人投入这个工作。我想刘一鸣跟我大概也是受那个影响而转过来的，开始拍的。他那时候因为他没交通工具啦，那其实我那时候当然也是年轻啊，也是骑一个100的V18，
好吧，那时候就约嘛，他就是从木栅过来，约哪里我去载他，他就背着他的16的 Bolex 就来了。我是脚架镜头，他也是脚架一堆。为了翕散容，俺们天然乡土第10步就开始看。你慢前让行到让提。就袂歹啊啦。未来青年，两位从山那边国强龙的小草片，就挨到答案部为黑热的蔬菜。你们先找。天然嘅打造，上到3届林务局技展嘅引燃了后，挨到来准备为客送让提碰顺的变工档。到底客送变工档为做乜解呢？因为刘头人讲，初本日客落食材甜，所以基本日佢完全每就天然，善用蛋奶，看蛋奶度推翻善用膜。就连走都不要走啦。看明显，对面那一条。我第一次拍2年都失败，第1年更糟糕，不知道，因为没有资料，没有人认识他，也没人做研究嘛。你还要跟我讲、那只是你是猎人啊，猎人只是看到巢抓了就走了。那他第一次做我这个工作，也不知道怎么搭架子啊。我就大致上跟他讲，讲完我说好，我回去台北准备，你负责1个礼拜把架子搭好。好，他真的是搭好了，我1个礼拜回来，他带我到现场去啊。搞的是有够精彩啊，东西都可以用牛笼吊啊，因为树木砍了一片啊。我们住在太麻里，每天要上就是要去5点钟出发，你再怎么厉害，开车到森林要走路，对不对？最早也要差不多9点、9半、10点才到。到的时候，我们对他不熟悉啊，以为我躲到帐篷里，可是他眼睛很厉害，我们对他不认识嘛。事实上，他站在远远树上就看到我们进出了嘛。他眼睛很厉害，他不动就好了，就看你们这些人。我们看不到啊。对。他不冲出来，我们完全看不到啊。搞了1个月，辛苦的要死，就拍到小鸟一天天长大。但你看怎么都没有回来，为什么会长大？对吧？你是不是等到下午4点你就一定要离开？你不离开，你回到平地，你就是阿妈，车子也不好开了。你10点到下午4点能做什么？那小鸟每一次拍就长大，奇怪，他就利用我们不是走的时候回来喂嘛，所以上面也没有食物喂干净了嘛。后来放弃，失败嘛。后来第2次开始做的时候，好，知道了，他对附近很敏感，所以规定不能动，材料要从外面1公里、2公里外背进来。搭架子的材料，要不然就从山下背进来。第1次上去1个礼拜他不回来，只把食物叼回来。每天早上很固定6点，天刚亮，大吃乌薯，分解好，抱回来，公母都叼回来，叼的满满的食物。没找到那个厨房，真的可惜。可他很小啊，脚没有力气踩，那。每天就那么多一点肉，一整天在叫，因为饿嘛，他就吃不了嘛，因为那种肉对小鸟还很锐，很那个，他拿不开来啊，只能吃那个肉屑嘛。
最后那他饿了4、5天以后，父母回来没有喂他，4天后你会听着你会哭，你真的心里会跳出来，一直在叫啊。对，我那时候还信神，他跪下来拜神拜头，你他妈请他赶快回来。第7天我也受不了听那个叫声，对不对？好吧，先下去，晚上我就无线电联络，跟人说来上来，你们上来，开车上来带我到汇合点，我走出去，我们汇合下去。然后因为那时候有请另外一个人来帮忙年轻人，就他也负责因为那时候想用2台机器记录，因为怕很多东西漏失掉，所以花钱再请个人。我说好，我先下去，你来等，继续等啊。但是我跟他讲要注意点，结果我下去的第1天，那第2天以后起大雾，那个大雾那一场大雾，母鸟回来喂它，等于它雾嘛，安全感有了。那小鸟也叫了那么多天了，它当然忍不得了，回来喂。那个雾救了它回来喂，然后下来连续3天都起雾，所以它就陆续回来。所以在第2天我就赶快上来起大雾的时候，晚上就摸上来了，就那2天都起雾。雾过了以后，对不对？从此它正常了，开始很标准的了。啊。有一次，正好那个时候是4月多，台湾萤火虫最多的时候。吃饱饭，哇，出来站在那个树头上看萤火虫，像这个天空的那个星星一样，哇，一闪一闪一闪，真的，哎，非常漂亮，感动万分。哦，哎，周遭没有光害，我的树上，从树上往下看，对不对？那个萤火虫一闪一闪的，哎，那是哇，从来没有那种看到这样子漂亮的景色，哎，只可惜啊，哎，晚上拍不起来。可以啊，后来我有拍啊，我那一部雄鹰里面有一小段。伫等待深山榕的第3日，刘头人还系转动眼内变光灯，晚上过电日日。下晝，张水祥伫个漫来蒙坑蒙看的乡土，忽然间发现山榕嘞。不过，等刘头人可能记是一个故事，山榕早是毋是招来戏嘞。无啥走啊，走迄有路去看，拢看有啊。快哦，无走去，一块。
因为它那边有一条很明显的户外道。对啊，如果他有走就看得到的，应该是会得超低的。河底最尾，还能就等到一条水路，不过还伫动然的对面变讲看。是洋还是水路？水路哈。就安因，可能对面散当的猛然热来热风，人日有够体力。提醒的造型，龟山大猛然。等到冻就天气变好，不过时间未是剩半日嘞。无奈何，刘头人还是转往原来的蔬菜，个家庭营业。太远也没办法，我觉得这个草的高度都比它还高，所以我们看那么远的地方其实是看不到的。草比较悬的。几下晝，劉頭人就一個人伫辦公室內等，到團務長走，適合到兩條，本來係認為係水路，看上市場地，倆卻錯不嘅深度嘅街條台灣山路。所以我认为山羊最难，野猪也最难，是因为它很早碰到我们，它可以闻到我们，可以看到我们，那它都在崎岖的山区，那是我们最困难工作的地方。鸟类当然好拍了，第一个它会飞嘛，所以你可以天空上很早看到它，对不对？第二个，它一定要筑巢嘛，你只要找到巢位就好，它一定在附近要活动嘛，所以不难。台湾啊，在戒严的时代，还是常常有一些纪录片的发表。那在发表的时候，我看有一个这样矮矮小小的一个导演，他当时候用那一些光学的东西拍。那我本来以为他一定是很大公司支持的，那我就去问他你是哪一个公司的，他都说不出来，因为他实在很不好意思说他什么公司都不是。所以后来我
那时候是联合报记者，那我就感觉到说，其实他手边的影像是在当时候非常难得的。这怎么会有这种人？他完全用台湾的这个行业里头，互相觉得惜才，然后给他欠钱赊账，这样搞。最早第一个当然像愿意这样支持我的贵人，当然刘克双也算一种啦，因为他算最早愿意用精神上来支持我的人。对，那后来像杨宪宏也算了，因为他不可能用金钱上来支援我，可是他当时是精神上支援你，他会想办法帮你找一些可能的资源给你，但不见得能找得到。就像金衡标一样，很多人认为金衡标是我精神跟金钱上贵人市场错误。那时候在台湾几乎还没有生态纪实影片，那我就想，因为我们山上啊鸟很多了，尤其冬天下来一大堆啊，这个朱鹂非常漂亮啊，还有呢蓝雀很大，而且蓝雀是一群的。我说我们开蓝雀好了，他们都说好，然后我就开始去找钱，那我们就开始做这件事。那他在我们山上啊，那我们伙食的话都是登记的要打勾嘛，他一个条子在那边，喝一餐打一勾。我说你只要打我就好了，我几个吃吧，吃饭便宜嘛，反正他打我的勾，住不要钱，我们林业试验所给研究人员住嘛，不要钱啊，他就很好啊，那就开始就在摄影，结果就出了这个蓝雀飞过。刘一鸣每一次跟我讲说，我影片很多了，没有人写脚本找人写脚本很贵了。我说你能找谁就是我我帮你写好了，那我就把它写，就这样。那我们就找到也是一样的，就是进入他的那种生活方式他过去的生活方式，你看好多那个充片的地方他都记账欠钱有钱才去还那还欠了一屁股债那跟我们也一样就是说没钱嘛，对不对？来那如果能申请到经费啦，什么大家拿一拿车马费啦，或是做什么，所以后来金衡标也加入这样我们就一堆人就变成是这种完全是半义务型的，在跟他一起合作。那当然这下就是金钱嘛，对不对？那支持我最多就是顾成远嘛。只要是认得刘彦明的人，很少不被他感动我想他的那个真诚，他的那个投入而且他对于环境的付出，任何跟他稍微有接触的人，我想都会被他感动。那我是其中之一。那另外一个呢，我个人长期也对于环保生态有很大的兴趣。那看到有彦明这样子的一个人，真的在实践我觉得我虽然没有办法每一次跟着他出去，或者是去他才可以在山上，可以在孤岛上，可以一待坐着那么久，那至少我可以帮他忙。当然这个就是这样来的吧。你在编预算编拍《野鸟百年集》给台泥，可是他给你就是200多万，可以我要在200多万里面拍更多的东西，所以我在同一时间，你的动物在我眼前过不会漏掉了。就不管什么鸟，我现在不是拍你，但是你在我眼前被我看到，我是绝对不会不拍的。还有人家通知我，我一定去拍，你没看到。这基本上我的收集到这么庞大台湾的野生动物资料，不是政府给我们的，真的是私人企业赞助之下产生的结果。就这些私人企业，有人赞助你器材，有人赞助你钱，可以让你去买底片，可以让你去冲洗付钱。可他们从来没有要求我回馈给他们。那另外一个大贵人当然就是野生动物，他不要你的钱那也不要发通告，你就去等就好了想办法等到他就好了。伫等待第5年，刘土然家庭会驶位，行2点钟到乡土讲水路落山壤，水稻一片水库那去深山壤。
结果在项目结球，就看到散容的脚趾，还有在乌毛结球的绒时。了后就开始归入拄到本来就降度的水路，留到可能本大粒的人打过，所以当强人太脚一上就让伊自然然一空。当然没就还太大嘛，还没按人冉冉可能呢。他也在警戒不动，他看得到我们，所以他也在警戒不动。他以为我们没有发现他。不过连连2日按人行下来，我哋咪是一条山海顺，拄到一条冇拄好本来就降度的山容，了后就可能去走到每下时。3年的天气热，我哋就转嘞。莫干啊，嘛是爱拼，嘛是爱硬争起哩啊。传说中的冰箱。对对对对。哎呀，我一垮。哇，这个是从哪一个年代开始的？应该是我正式拍鸟类开始，大概是79年，73年开始嘛。但是没有这个冰箱没有那么久了。嗯。哎。我说你里面冰的东西。冰的东西大概就从73年开始。一直有些都就冰在这里。都在这里面，现在。对对对。今年冬夏时，伫台湾中央山脉台山都，天然天气越来越旱，山都的景色就像高了一层层的山雾，夜风夜下爬。刘头人俩当地真接的，系用汉语翻译的生态短片，按照大自然神奇。2015年，客家电视台谈讲刘头人是声音，翕到几本上700件16厘米的大片。有7、8箱词穷唔是用过，所以就开始委托机去做人系列，用校外去解说的生态短片。就按因，佢唔但将只声音翕到的样片做得用得到，喺味道上的本节目丰富啲，佢就开始当山网，听人业人机慢来走。虽然佢今年65岁咧。我知道了，你说用这个来套上去。家，带娃回来。这么闲可以跟他去玩一玩了。好了，明天我还会带来的。哎。
真早。全屏雷达系统启动中 ，AAC 解除。我前年还来过，前年还没有盖这边，这边还是停车场。好，要拍吗？要啊，拍一拍啊，这个湿地啊。以前我们拍小燕鸥都在这里啊。就是他那时候正在推工业区，还没有人，还没有工厂，那有很多小石头啊。那将近5、6年我都在这里拍啊。那时候这个防风林是林氏手在造林啊。他们这边租了一个房子啊，然后我就跟着他们工作人员来啊，然后住那里啊，然后我拍我的小燕鸥，他们种他的树啊，晚上会合去鹿港吃饭。所以那时候这边都是沙地还是？都是沙地，然后他们不是填土吗？然后抽沙吗？然后部分是从外面进来，所以他们那时候正在推土、正在整理的时候，尤其那个里面那个真正工业区啊，通通都嘛小卵石啊，所以那个燕鸥一大片小燕鸥，通通在那边繁殖啊。就像20-30年前，刘头然4年茶，伫台中到台南了起飞的回顺天气，安然顺上顺下。有着地方的体型便利，有着环境便利，和刘头然买伫一个后生人，变到见安然鬼面拍死。不过佢讲，还能有着地方都见冇买变。解除鹿港的龙山寺。新旧并存，它是跟原来的差不多啊，一样嘛？一样，完全没变。就是修回原来的样子，还是就是还是就原来的样子。它修回原来样子，它有些没有上彩而已，就原来那个泉州师傅的样子了。他是泉州师傅盖的啊，听说盖完这个庙，他整批回去啊，这批人啊，没有留在台湾啊。其实刘头然是合法的，所以在40年前，佢就开始用16厘米样片完成的第一支片，讲的就会中国非法。然后，佢开始翕台湾的民俗，尤其的古迹老庙，所以佢改良时就招聘了台湾4部百回乡镇的日籍古迹，其中鹿港的龙山寺就会经营为水奖下看。每难的一间庙，之前没有来过，拍庙之前我没有拍过这个，没有来过这里，所以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很震撼。所以你后来还有来吗？没有了哈。有啊，后来我还常带朋友来啊。
有好几次都带朋友来看呢、而且我还常常来，因为我对这个庙很漂亮，我觉得它实在太漂亮了，所以。因为你拍鸟也是在这里，对不对？拍鸟时间我倒没有特地来，大半都是跟带着朋友来玩。啊，精彩就这些，夜王的。我看过了，我看过了，因为还可以往后走嘛，看3楼。已经碳化厉害了。打哈欠、掏耳朵。哎，这最有名的2个。嗯，但掏耳朵那个手已经是。小公鸭，马虎狼，你看那个马的头都不炫富的意思，你看没有？故意便宜，这个马是被他拉的。30多年前，学法的刘头然为到翕了热网的高子手，第一摆来到了见全台湾保存热网高子手。水稻咪最晚前的刺激强，就安因，佢一下就本来就做工动油，流动生发的高子手人工的写图，还咪认为我翕高子手的烧肉够长，竟然是了解良师肯定个做苗，了下系台湾高子手有名的仪式林公之先生。哎，认出来了啊！几十年，30年，起码有30年了。啊，30年没见面。啊，当年就是满脸。对，没有变啊，没有变。30年没有见面。30几年了。喙手较白尔。来，请进。伊较早人拢叫胡子啊，因为天才啦。都像当时啊要翕迄个过程啊来，我都无咧烧火啊。啊，伊要烧火，啊袂当烧吼，伊原来去用布塑料。是啊。我较早人讲笑伊讲好，你伫外口都有早烧火啊吼，啊着踮咧找迄外口，我较早遮头前也有空地吼，啊着加起来烧火啊吼，恁这运动拢会晓做迄个效果啦，啊再掠一只。迄个烧半批的物件，都一定烘啦。烘，敢若是较早安尼烧的。不过较早敢是安尼烧？毋是，应该毋是。较早应该是做一个骗外行的，我内行的，你用咩？你看啊，白鹤，这个最近在台北金山出现那一只，哎，对，一只，哎，对。了解性别是竞赛。这个声音是他的嘛？2014年成年的13，为了一张台湾100年内自从毋是出现过的调，那种调罕得有人看过。嘅北京话的白鹤，海话的朴太后。嘛是感觉岁月啦，哎哟，安尼对啊，少年一直翕，啊嘛无简单啦，伊一直坚持落，这是足无简单的啦。唯一活了65岁客家人唯一的贡献。有啦，贡献。无啊，我都过我们客家人啊，我要头一摆走啊，有客家发音头一摆啊，从来没有做过啊。明白了。刘头然了下学习的素材是正本水库。10多年前，佢哋改为因为受到当地农民的支持，到停收，使许多当晚前的白色调、老山木染调的传统歌唱。所以了摆叫佢过去看看，按多年嘞，唔伫改条树，老改条人，都见很有的改模。不在了啦，倒掉了啦，哪有可能在？揭晓。还有，搞不好还真在呢。是，还在啊？在。
们在这边搭架子啊。只是这边现在树密就那棵吗？就这个啊。哦，三黄麻。三黄麻枯死的啦。对了，三黄麻。这当时角度是在这里，现在太密了，我看不到了。我看他到哪里起个角度来拍了。还在啊，那棵树竟然没倒掉。那地主跟他讲好啊，他说没问题啊，你就进来搭。然后车子都停这里啊，然后从那边走下去啊，我们架子搭在那个草丛里面啊，搭上来。既然还真的还在，不错，这么多年了。几年？最少13年到15年。哇，三黄麻不错。这个很大，下面非常大，它已经上面都弄断掉了，剩下已经到中段来了，前面上面细枝都打掉了，都断掉了。哦，啊，你袂老呢？啊，那有可能。啊，你囝呢？啊，两个囝吃。一个在外口。好啊，蔡先呢？蔡先在这里顶，我叫一个。好朋友。哎，不好意思，没有买礼物来。那你有住这边过吗？有啊。有。拍8岁了，又住这里啊，车子睡在车上啊。对了。哦，蔡先足久无看，10几年啊。有啦。这几年了哦。这个讲啥物？同款啊，同款嘛是啊，翕照啊啦，翕动物啦。安尼啊？对啊，惊讲你无伫个，我唔知啊。啊，电话我无查。啊，我事先打电话来。 10多年前，刘头然食几条舞汤来协助办葬业，有啲几条族人翕到80条的传台歌唱，不过翕好了后，就变相图日前冇机会和用到。没想到10多年了后，佢因为做台自然神奇节目的关系，唔但将弄到改良是翕到的80条画面，还有因为 为加翕到环境，佢就当讲转到增温水库，转到改良时协助的财务舞汤，看到财信上2公婆。很俩就刘头然当铁皮的人生，佢总系做在拄到一条铁皮的人来留佢停手。本佢做的是当地人罕得去的素材，翕到当地人罕得看到的动物。 难怪佢一翕就30-40年。我最喜欢的兴趣，既然是我的工作，所以当然就不会觉得是不累。那加上它还可以混口饭吃，那它更好。虽然不能像大画家油画可以卖个几百万、几千万，混口饭吃已经轻松愉快。所以人最好就做自己兴趣喜欢的工作。 因为底片建筑器，如果到那个时候体力还行的话，反正买一台小机器到处拍嘛，还是要拍，还是嘛，因为它毕竟是我一生喜欢的工作嘛。就像很多人退休后才去拍鸟，或者拍野生动物，或者退休后才去做他喜欢一生中喜欢的工作嘛。我一生中就是做这样我最喜欢的工作跟最有兴趣的工作嘛，所以应该也算是比别人幸运。 那也比别人好。